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25日，我们从昨天开始就进入到圣周，进入到受难周。在昨天中暑主日，接着慢慢的在经文里面要进入到耶稣要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也让我们来思想，在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跟耶稣一起走向十字架的道路。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，也要跟耶稣一生的跟随耶稣往前来走。虽然前面的道路不是那么的顺遂，或许走向死亡，或许走向许多不好的状况，但是也愿主与我们同在。我一生跟随你。
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是顺服你的生命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满有主你的恩典，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生命里面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，因为你在前面带领我们，不再是依靠我们自己肖想的，而是交在主你手中。主啊，就像你顺服上帝一样，走向那十字架的道路，也不畏惧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往前走，让我们能够有往前走的勇气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25日，我们这一周也是受难周，也是圣周。我们要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2章1到13节。路加福音22章1到13节。除酵节，又叫逾越节的节期快到了。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因惧怕群众，就想法子秘密地杀害耶稣。那时候，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。犹大是耶稣12使徒之一。犹大去跟祭司长以及圣殿的警卫官商量，要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他们很高兴，又答应给他钱。犹大同意了，开始找机会，要在群众不注意的时候，把耶稣交给他们。除酵节期内，该宰逾越节羔羊的日子到了。耶稣差派彼得和约翰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去，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。”他们就问：“你要我们在什么地方预备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进城会遇见一个人拿着一瓶水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进去的那座房子，问那家的主人说：‘老师问，他和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那间客房在哪里？’他会带你们去看楼上一间布置好了的大房间，你们就在那里预备。”他们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和耶稣所说的一样，他们就预备逾越节的晚餐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1节到第13节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在这个礼拜，在教会里面称它为 Holy Week 圣周或者是受难周。在当中，我们也从经文里面来看，在这样一周里面，耶稣会经历了许多事情。从他要进耶路撒冷城，从他要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也发生了很多事。有很多的人拿着棕树枝，在当中用衣服来欢迎他。所以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，前面应该会有一段耶稣要进城的时候，让耶稣去牵那一只小驴驹。而在当中牵那只小驴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两段经文。今天的经文跟前面那一段经文，当耶稣要进城的时候，叫门徒去牵驴子。去的时候，人家会问他：你要做什么？我要牵驴子。你要牵驴子做什么？老师要用。所以在那当中很特别，人家会说老师要用，那我就要给你吗？在这时候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来偷驴子的？你为什么要来牵这头驴子？而这当中要那小驴子，也就是他没有服侍过，他没有载过人的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有很特别的地方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门徒是需要凭着信心去做的。老师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虽然有些人会担心，或许有些人会疑惑，但是我相信耶稣所找的那2个人，所找的那门徒去的，也就是愿意去做的。其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差遣人的时候，在找人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开始犹豫，开始挣扎，开始有很多理由。但是我们看到那一些愿意去做的人，他是有福的，他是有福的。其实在我们教会，其实我也蛮常在讲说，其实我们要做事情就2种，你要或不要。你要的话，你会找很多方式，尽力的去完成它。你不要做的人，你会找很多理由。所以你信心微小的人，你也会找很多理由不想要去做。就像昨天我们不是用棕树主日的经文，我们请了一位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做陪灵，而在结束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，需要有人载他去坐车，在当中也找了一位姐妹去载他坐车。我们看到那位姐妹的反应是：我要怎么载他去？不是在想说，我找很多理由，而是我要怎么载他去？要骑什么车对那个牧师比较方便？要怎么载他去？要怎么用？所以在当中愿意顺服、愿意完成这件事情的人，他会想：我要怎么完成这件事情？而且不是草率的完成，是花心思的去完成这件事情。所以当中这也就是一种服事的态度，这也就是一种我们能够在当中去完成这件事情。而在这里面，并不是说要找谁来报答我，要得到什么样的奖赏。我们相信上帝会奖赏，我们相信差遣他的人也会奖赏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是，并不是要得着什么样的回报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前面那段经文在讲耶稣要进城的时候，差遣门徒去牵那具驴子。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，去预备那逾越节晚餐的地方。所以在这当中，让我们去看到你有没有这样愿意的心。其实在圣经里面会发现很多地方都很特别。从亚伯拉罕要离开他老父亲的家的时候，前往的地方，如果现在的人很多人不愿意，你要去到哪里没有跟我说啊？那我要怎么跟你去？上帝只说你去我要你去的地方啊，哪里？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么傻，跟我讲个地方，我先 Google 一下，看在哪里，然后先知道在哪里，才回应我要不要去。但是那时候亚伯拉罕他不是这样回应，他就走了。要去哪里？我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。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。
虽然我们猜说那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可能没那么大，但是他也是凭着信心跟着去啊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，我就跟你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。耶稣的门徒也是一个很大的冒险。去牵那只驴子的时候，会不会被抓？会不会被告？会不会人家说他在偷东西？要去预备这逾越节晚餐的地方的时候，真的吗？不像现在，我们可以先预约，我们可以先订房，我们甚至网络上手机点一点，我们就有地方了。所以现在非常方便，但是以前可以这样吗？我不晓得。但是这些门徒或许会有点担忧，但是就去了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在还不明白，在还不了解的时候，就有这样信心去做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过程，还不了解，还不明白，去做，去经历，生命被建造了起来。我们常常是经历的时候，我不要，很难呢。怎么可能？去到那边怎么会有房间？那驴子我牵了会怎么样？我们设想的非常的多，想了很多就没有动力去做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我们要把规划计划的很好。当你计划的很完整的时候，时间点都过了。当我们在计划这许多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在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需要去经历这许多的事情。你有没有凭着信心去做这些，去完成这一些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是我们需要去做、去实践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去做。这些门徒就是如此。所以当中，让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，除酵节又叫逾越节的节期快到了，这时间快到了。然后呢？逾越节是什么？是摩西，上帝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，这是上帝的拯救临到，上帝的拯救要临到这当中，要保守那些顺服上帝的人，他们家庭里面那一些头胎的孩子，头一个孩子，那个长子，不管是人或动物的那个长子要被存活下来，而在当中，他们要守那一起吃晚餐，而且预备好随时要离开，所以他们的衣服要穿好，他们要宰羊一起吃，你一家吃不完了，跟隔壁家的一起吃，所以就是这样子一起，然后呢，把羊宰了之后会有羊的血。把那羔羊的血涂在你的门楣上，就像我们台湾人贴的那个春联的位置，差不多像贴春联这样子涂上去，让天使知道这一家是愿意顺服的，愿意照这样做的。而有些家庭就觉得我就是不要嘞，真的会来吗？其实我们就会看到，在当中顺服跟不顺服，愿意顺服的人。虽然心里面会觉得，真的吗？但是愿意跟着做。或许有些人很软弱、很微小，或是很多疑惑，但是他想说，就像我们台湾人在讲的，宁愿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所以就这样照着做。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也是如此。当上帝说的话，你要不要这样子？很多人都觉得怎么可能发生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吗？但确实，上帝就这样让它发生。所以逾越节的这个节期，让以色列人清楚看到上帝拯救他们。所以这样的事情临到了埃及这全境，从法老王一直到最小的，从人类一直到很多的牲畜，他们去经历那投胎的死去了。上帝的使者击杀那一些投胎的，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上帝保留了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存活了。所以在这样拯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耶稣也是，上帝也是如此保守了以色列人，拯救他们。或许在这当中之后会发生许多的事情，
以色列经历到许多的迫害，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。但是上帝也一直在保守着他们。虽然遇到了许多的情况，就像之前我们在看到了他们发生的那种颠沛流离的状况，但是上帝用各种方式拯救以色列人。所以在这样的节期当中，其实他们不断的诉说这样的事情，他们要一起聚在这当中去守着逾越节的晚餐，在这节期当中，让他们去教导、去回想过去上帝怎么拯救以色列人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们有这样子做吗？在你们聚集的时候，上帝怎么样拯救你们？在我的家庭当中，我们家常常在扫墓，在有些时候会去讲我爷爷怎么过。怎么信主的？我们家怎么样被拯救的？怎么样信主？我阿公的生命怎么样又来重新得着了这样的生命？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需要不断的诉说，不断的诉说。以色列的宗教教育就是如此，不断的诉说，不断的诉说。所以在这样不断的说的过程当中，也教育了他们的孩子，让他们孩子知道过去有这样拯救，未来上帝也要继续的带领他们。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。所以在这样的逾越节快到的时候，其实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因惧怕群众，就想法子秘密的杀害耶稣。其实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压力也越来越大。其实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样，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事情，对我们来讲压力越来越大，因为大家更认识耶稣，更知道耶稣做了什么事情，而他们害怕他们所做的事情被群众知道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做坏事的人，很多事情都怕群众知道，而那一些光明磊落的人，其实很多事情不怕被知道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人、很多的单位、很多机构就是如此。我以前待过一个机构，一个单位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怕被人家知道他们做了什么，很怕人家知道他们的财务状况，所以都不太敢公布，都只是把某一些他们好像做的可以给人家看的拿出来，但那不就是1/10而已吗？而在当中，他们私底下做的那些事情都不敢让人家知道，都害怕。所以台面下太多事情了，一掀开，他们就无地自容了，所以他们害怕人家知道，所以被人家问及的时候，就用很多霸凌的方式，很多情绪、很多勒索的东西开始出现，而这财务也是一样。我还记得曾经有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，看到我们公布财务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教会也会公布财务。”他会觉得宗教团体的地方，这种财务怎么可能？确实，我们看到很多宗教团体他们的账务都有问题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呢？因为我们做得很清楚。我们没有不法的东西，这样不怕人家知道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些祭司长和经学教师所做的，他们知道不对，但他们就是要去做，因为这些耶稣所做的这一些事情，会动摇他们的地位。昨天有一个人在跟我聊，在谈到现在的政治状况，不管是现在有很多种颜色在当中，政党的颜色、政党倾向在这里面，现在有很多事件在这当中，而在这里面，那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，跟他说，其实个人利益很重要，因为这些人都在讲个人利益，都在讲政党的利益，都在讲什么，都是用个很大的包裹说我们为了人民，但里面很多藏污纳垢的，不管现在议会、现在立法委员、立法院里面，其实你真的去看，你会看到很多的问题在里面。但是如果你站在某一个角度，你用那个立场去看，不管你是用国民党、民众党、民进党，或者是激进党，
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小党，你用那些角度去看，你会发现你只会被催眠了，看不到全貌，你只会开始批判、开始批评、开始论断。但是我跟他说，如果你能够往中间移动，你有你的立场，但是你在批判的时候，进到比较中立的立场去看到这些，对我们来讲，这是回到信仰立场来看，你会发现这当中有很多的错误在这里面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也是，其实他在很多事情当中，他是没有什么利益问题的。他看到一些问题，在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不论是在礼拜，或在我们开合会，或在一些事工当中，其实他看到一些，他觉得这些很棒，或知道这些有问题存在。所以很多人都自以为别人看不懂，但是没有想到大家看得很清楚。在祭司长跟祭学教师这里面也是一样，他们设法去糊弄别人，但他没有想到群众也会看得很清楚，所以他们要用很多手法去糊弄这些群众。在这边讲到说，想法子秘密地杀害耶稣，他们没有办法很光明正大的去做这些事情，只能秘密的杀害。然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有可能我们会像犹大这样被忽悠了，被撒旦运用了，被利用了，被利惑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加略人犹大，其实他有一些心思在这当中，我相信他也感觉到耶稣所走的路跟他想的是不一样，所以他想要用一些方式来处理掉耶稣，因为他觉得耶稣跟他所想的是不同的。在一些群体里面也是如此，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会有一些人的走法是跟牧师是不一样的。其实我也听过很多教会的故事，甚至有些人会说，我要把请这个牧师离开，因为他的想法跟我不同，我要找一个愿意听我话的人进来。很多人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而这样的做法跟犹大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掉入犹大所掉入的陷阱而不自知。昨天牧师也跟我们分享到说，其实有很多的人也陷入在某一种当中，而有很多的人，甚至有很多的牧者也陷入在某一个情况里面，也就是挡人财路，势必会挡人财路。耶稣有时候我们会看耶稣，人家会说耶稣很该死啊，因为他挡人财路。不管是在圣殿里面翻桌，或者是让那个被鬼附的人得着医治，鬼离开了他。确实耶稣所经历的这些会让很多人损害，但是也救了许多人的生命。那种生命是实质的生命，那种生命也会是我们灵里面的生命。所以在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如此。然而当你不愿意生命被改变，当你的生命不愿意被悔改，你不愿意悔改来到主的面前，不愿意被上帝来调整，你的生命很容易就陷入在犹大的心思里面，被利用了。所以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。我还记得以前很多人都很推荐的《魔鬼代言人》这一部，我们很容易在某一些点当中往着自己要的方向走，然后就会越陷越深，然后就会陷入在
撒旦的计划里面。当我们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无法离开了。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要过什么样的生命？你要得着什么样的生命？在当中讲到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，让我们去思想，你的心是不是也被撒旦来蒙蔽了？就像犹大一样，而这犹大是耶稣的12使徒之一。当他愿意好好的跟随的时候，他应该后续可以跟这11个使徒一样，带出很棒的一段服侍的生命，或许也会面对死亡，但是不会像他后来所经历的这个被遗弃，那30块没有人要，他的生命也没有人要，他离开了耶稣，而那些祭司长也根本不想理他，就觉得30块给你，那是你的，你要自己去承担你的罪，你的罪不归在我们当中，你所留下的30块钱我们也不想拿，也不想让你退回来，帮他买了一块地，把他埋葬了。会不会觉得很不值得？但是我们常常生命，很多人就走下这种不值得，陷入在自己的生命的情况里面，不是让上帝的带领，不是顺服在上帝的带领当中，会去经历。其实当我们后续回来看，会发现不值得，不值得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所以当中我们看到犹大被撒旦利用，前面讲到说撒旦进入犹大的心，所以他的心被蒙蔽了，所以他就去找祭司长以及圣殿的警卫官商量，要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，进入到这样计谋当中。当然这些人他们想尽各种法子，前面讲到说他们想法子要秘密的杀害耶稣，然而接下来这边有一个人进来找他，来找他们谈，他们当然高兴啊，所以又答应要给他钱。所以这样对价关系之后，这个事情你要去承担，不归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这是一个交易，这是一个交易。你要陷害你的老师，很好啊，那这个事情你要自己去承担。所以给他钱，犹大去找他们商量，他们谈好了，当然他同意了，所以他就开始找机会，要在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，找他觉得最好的时机来完成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要在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这边特别的讲，犹大同意了，也就是他们这些事情讲定了。所以在除酵节的时候，在逾越节的时候，那日子到了。刚我讲逾越节是要宰羔羊的日子，因为当初也就是一样宰羔羊，因为这羔羊流了血，所以这一家人都得着了救赎。因为宰了这羔羊，喂饱了他们的肚子；因为宰了这羔羊，这血是一个记号，让这一家的人都不受在伤害，都不受到伤害，让这一家的人得着了救赎，让这一家的人都能够平安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，在这样逾越节的日子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常说耶稣就是那被宰杀的羔羊，被献上的羔羊，因着他留下的宝血保守了我们。就像逾越节的晚餐一样，在逾越节的时候，这只羔羊所流的血，让这一家人都得着了救赎。所以该宰羔羊的日子到了，该宰这逾越节的羔羊的日子
到了。其实也在讲说，耶稣这带宰的羔羊的日子到了。透过逾越节所带来的救赎，也要透过耶稣带来了这样的救赎。逾越节的羔羊会留下他的血，成为记号。耶稣所留下的血也会成为记号。所以有很多的歌在写到因着耶稣的宝血，因着耶稣的血，这样的记号在我们身上，也就是上帝的救恩要临到我们。耶稣差派彼得和门徒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。差派门徒，差派彼得和约翰。其实很特别，前面也会讲到说，彼得常常他想的没有那么清楚，先去做了再说。上帝差遣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也是一样，所以让这对兄弟出去了，去预备这样的晚餐。他很简单，耶稣叫他做，他就去做了。对他们说：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。他们问：那你要我们在什么地方？耶稣说：你们进城遇见一个人拿着一瓶水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进去的那座房子。所以这有好几个指令呢。第一个进城，第二个会遇见一个人。所以要进到哪个城，就进到那一个城。遇见一个人，可能进去的时候会遇到几十个人啊，有可能进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。但这边说你们进去会遇见一个人，那个人拿着一瓶水，所以就是一个记号了，拿着一瓶水。当我们在看以前的8点档或以前的电影，常常说我们在跟他约的时候，身上带着一朵花，或拿着一本书，或者怎么样。那个就是了。所以这就是一个记号。像前2天我去接苏牧师的时候，虽然我们见过面，但他也要让我很清楚的看见他。他就跟我说他身上的穿着是什么。他穿的黑衣服，带着粉红色或红色的带子。他就跟我说他的穿着是这样子。所以当我到车站一看就知道那是他。就是这一个，所以从他的穿着当中，就是一个记号，而我们也见过面，所以看到他的脸就知道是他，没错。所以当中也是一样，当他去到那边，就很清楚可以看到，有一个人拿着水瓶的那一个就是了。有没有机会很多人拿着水瓶？应该不会有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很特别的一个景象出现。所以他讲到说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进去的那座房子，跟着他进去那一座房子。所以当中慢慢的缩小，慢慢的缩小，去到哪边？去到那个城，就前面的那一座城。进去会遇到一个人，所以不用在当中去找哪一个房子，遇到那个人。那当中可能五六个人，而那一个人手上拿着瓶子，所以就是那一个人了。所以你就跟着他进到那个房子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指令要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也一直在缩，一直在缩小。所以就像有时候我们在玩游戏，或者说孩子的书当中会一直缩小，在这一幅图当中去找一个男生，这个男生他有戴眼镜，而且他的头发秃头，他是光头的，所以当中就可以慢慢去线说，要找的是谁？所以我们家有一些游戏，就是100个人，在100个人当中，你要去找出谁来。当中我们会也去看，一线说，就是他了。他说你要进去到那个房子里面去，问那家的人，老师说，他和门徒吃逾越节晚餐那间客房在哪里？所以你进去就问老板，老板就会跟你说了。
或许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笼统，到底是哪一个？有可能现在人可能以前人可能没有现在多，所以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在这里面真的很多时候是凭信心，凭着你对耶稣的信心。当耶稣跟他门徒说去牵那一头小驴驹的时候，当耶稣跟彼得和约翰说你们去预备逾越节晚餐的时候，给他这些指令。所以在这里面其实真的也可以看到什么叫带门徒，什么叫成为门徒。顺服，当你愿意顺服，你就会照着去做。当你照着去做，你一步一步就会看到。所以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看到说，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就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，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就会越来越清楚。当耶稣给这些指令，你会觉得很不清楚。但是当你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哇，这指令是很清楚的。我就进到这个城，那就看到有人，然后那个人就手上拿着水瓶，那就是他了，就跟着他进去，然后就问老板，我们老师问他说，他和门徒吃逾越节晚餐，那间客房在哪里？老板就带着他们上楼去，哇，就是这一间了。所以当你不去做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你给那老师给的是什么指令啊？真的会有吗？我们常常聚在那边讨论了很久，之后发现有没有问号越来越多？怎么可能？但是约翰跟彼得他们两个去做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指令是清楚的？去到那边就遇到这样子的事情，去到那边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耶稣说，那间房间已经布置好了，你们就在那边预备吧。有没有看到13节这边讲到说，他们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和耶稣所说的一样，他们就预备逾越节的晚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发现，当你不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你会很多疑惑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。所以当我们很多事情，我都会跟我们同工说，先把你的理智先放下来，先照着去做，跟着去走。我们常常抓着理智，我们是很理性的，我们在这当中，我们要规划好我们所有事情，我们把所有一切都预备好了，都预备好之后，我们才开始去做。有没有发现，根本都来不及了？而当你愿意放下这一些的时候，跟着去做，生命里面的景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让我们将这些放下来，照着去做。我们看到彼得、约翰是这样子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常被规划，都说我们要把 SOP 写好，我们要把企划书写好，什么东西全部写好。确实，当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些人可能需要明白，但是许多时候并不是说要完成的时候，整完整的时候才可以。所以其实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也在说，其实我们要一些想法，但是我们要去做。你没有去做，你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可能设想了很多，但这些可能都完全没发生。我们可能设想了很多，但是有很多事情发生，我们根本没有预备好。当然也不是走一步算一步，但是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上帝开路了。当耶稣跟你这些指令的时候，愿意去做吗？当耶稣给约翰跟彼得这些指令的时候，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跟着这样去做。所以讲了这句话，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去做。所以让我们有点时间来看，当耶稣在对你说，当这样指令给你的时候，你愿意跟着去做吗？你愿意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吗？这当中前面有一段经文是撒旦进入
犹大的心，在犹大当中，他就去做那些事情，撒旦进入他的心，他就同意了，他去找祭司长跟护卫官去讨论那些事情之后，谈完他就同意了，他让撒旦来使用他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彼得和约翰，耶稣跟他们说，他们就照着去做了。这很不容易，而且这两个故事是一个很大的对比。一个是不愿意顺服，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他就陷入在那当中。最后，他的状况很差，很糟糕。然而彼得跟约翰，他们愿意顺服耶稣，照着去做的时候，他们所经历的是一步一步看见耶稣所说的，就照着这样来出现了。所以13节说，所遇见的正和耶稣所说的一样。所以当你不愿意踏出那一步，你怎么去经历耶稣所说的？当你不愿意踏出那一步，你怎么样去经历上帝的大能？当你不愿意踏出那一步，就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了。就像很多人说出去玩，没有踏出那一步，没有上车，没有往上爬，你就看不到那样的景象。在生命里面，在信仰当中也是如此，我们需要踏出那一步，才会看到那样的景象。那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，那我们有一点时间回到今天的经文，来思想今天的话语，来思想今天所读的经文或牧师所分享的，也在当中回来去看，去聆听，去等候上帝要对你说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去领受这样的恩典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就如同这羔羊一样，为着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被宰了，喂饱他们的肚子，也用血来保护他们。因为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记号，让人在当中，在他们家有这样的记号，透过羔羊的血来保护这个家人，有这样的记号在当中。而你的宝血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记号，让我们得着了救赎，让我们领受这样的救恩。而在当中，许多的攻击不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生命里面仰望你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去经历主你的恩典，你的大能。在这逾越节
的时间，我们看到上帝你在摩西的时期拯救以色列人，在耶稣的时期也在拯救以色列人，在这个时期也要来祝福，要拯救我们现在的人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去经历主你的恩典与赐福。主，在这受难节期当中，也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，去经历你的同在，去经历你的大能，去经历主你的恩典，你的救赎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主你的同在。在接下来在这一周当中，让我们透过每天的灵修，每一天的读经祷告，每一天来到你面前，也去经历上帝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这复活的讯息，这受难的经历，也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愿你所做的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美好的祝福。感谢主你的恩典。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愿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也让我们每一天去有这美好的恩典与祝福。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期待我们每一天都给上帝空间与时间，让上帝叫我们分别为圣，让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愿上帝祝福赐福于你。